耶稣平安甲暖大，愿意恩惠保守。作完他的在海，现在刷高中来。真好哈！也阁有一首车欠的诗咱嘛来唱一遍哈。来，咱来看399首。兄弟多进来，严点我心内，主的听每时刻，甲你应同在，我主耶跟边这里。愿主必款待你，对自己是高高，要愿谁到？请咱闭关心，请咱闭关心。
全地拢着耶和华唱歌，日日传报伊的救恩。伫列邦的中间讲起伊的荣光，伫万百姓的中间讲起伊奇妙的所做。因为耶和华最大，应该受极大的懊恼；伊伫正神面的顶面，应该受敬畏。因为列邦的生命拢是虚假，独独耶和华创造遮的天。伫伊的面前有尊贵甲威严，伫伊的所在有权能甲欢喜。百姓中的大族啊，恁着将权能、荣光归予耶和华，归予耶和华，用伊的名所应该得到的荣光归予耶和华。大礼物来到伊的面前，着用圣洁的砖塔敬拜耶和华。咱三甲来吟圣诗，学着上帝。圣诗26首，答愿感谢上帝。咱三甲来用主教示咱的祈祷文来祈祷。阮伫天年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伫地人亲像伫天人。阮的日食今日互阮，赦免阮的过失，亲像阮后赦免过失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去，着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请坐。三甲来用上帝话来启应，启应文27篇，也就是诗篇113篇。启应文27篇，着称赞上主。上主的名应该受称赞。对日出到日落的所在，上主统合万国。
啥人会当甲上帝、上主咱的上帝相比？伊对真爱提拔善请人，福音甲贵族排做伙。伊予袂生的富人有大家庭，着称赞上主。咱同心来祈祷。至尊至圣万权能阿爸爸上帝，我满心感谢你，学了你。你的慈爱悬到诸天，你的信实到穹苍。你的公义亲像极悬的山，你的判断亲像深渊。对日出到日落的所在，你的名应该受称赞。亲爱的主，你就是光，就阮你的人得到要得到永远的活命。感谢你用十字架顶的宝血来救赎阮，互阮会当脱离黑暗的权势。进入光明的国度，搁赦免阮拢总的罪过，互阮伫圣神的内面会当得到真正的自由，真做新创造的人，互阮会当时常甲基督结连，结出圣神的果子。亲爱的主，你是阮的产业，是阮的福杯，你固守阮应该得到的份业，搁指示阮活命的道路。伫你的面前有满满的欢喜，伫你的正边有永远的快乐。亲爱的天父上帝，求你的公义彰显伫世界各国，求你除去遐个大国亲着小国遐邪恶的行为，求你垂听乌克兰人民百姓的呼求，保守的百姓会当得到真正的平安。求你互俄罗斯甲乌克兰的战争会当紧紧来停止。互世界充满着和平甲疼。亲爱的天父上帝，求你伫阮的国家来掌权做王，恳求主你保守阮的国家无受到中国的侵略，互阮的国家会当不断来向前迈进，伫列邦列国来发光。亲爱的主，阮将今仔日的会员和会仰望你，求圣神来引带带领，一切拢讲来顺利。求主去年虽然疫情的关系，侪事工暂停，总是求你帮助阮，今年所计划一切事工会当顺利来推行，互阮会当同心合意兴奉上帝你的福音，互侪灵魂来得到拯救，互阮的教会不但互你来复兴，互每一个兄弟姊妹的命会当不断的成长。互阮的生命会当彰显上帝你的荣耀，愿一切颂赞拢归乎你。阮的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信徒哋要用主爱的杯所听的主来颂赞。
咱三甲来共读上帝话，上帝话记载伫新约圣经哥林多后书第3章12节到第4章第2节。哥林多后书第3章12节，因为阮有即款的毋望，才遮尔勇敢。阮无亲像摩西，着用被打家己的面。摩西安尼做，才免互以色列子孙看到伊面的阳光渐渐消失，到尾拢无去。毋过因的心钝，一直到今仔日，因读旧约的时，因的心要互迄块被打的，因为只有甲基督结连，迄块被才摕起来。甚至到今仔日，因逐摆读摩西的律法，迄块被要打伫因的心。毋过，当因归往主的时，被就摕起来。这位主就是圣神，有主的神的所在，就有自由。咱大家拢用无打破的面地反照主的阳光，这个阳光是对主，就是对圣神发出来的阳光，得甲咱改造成做伊的形象，互咱有个较大的阳光。既然上帝有怜悯阮，将这职务交托阮无失志，阮放下一切无爱人知的见笑台，无做欺骗人的代志，无歪曲上帝的话，只有伫上帝面前公开显明真理，来叫醒正人的良心。以上，愿上帝所咱所读的话，佮遵循伊的教示的人。讲到牧师今日所传的信息是：伫主的光，咱得到自由。请咱同齐来祈祷。主管的上帝，当阮自执踮伫你圣殿的时，求你帮助阮，互阮真捌你；当阮读你的话语的时，求你帮助阮，互阮搁较了解你到底要安怎引带阮头前的路站。主，阮将阮每一个人生命中间的疑问，也是艰苦，交伫你的手中。愿主你用你的话来祝福阮，也带领阮。同齐祈祷，靠耶稣的圣名，阿免。现在大家平安。踮伫过去这个礼拜中间，我想大家人接受到战争发生的消息，有真大的惊吓，嘛有真侪戆影的所在。在过去这个礼拜当中，遇到战争的发生，我们每个人心里头有害怕，也有非常多惊讶开始产生。现在，咱期待赶紧会当得到和平。现在，我们当然期待着能够赶快得到和平。每一个人拢无愿意，整个的社会、整个的世界一直踮伫冲突的下边。每一个人、每一个社会都不愿意我们一直在冲突的当中，所以咱会祈祷，咱会敲吹上帝，所以我们会祷告，我们会寻求上帝，但是咱嘛更加去体会，原来自由比咱所想象的更加宝贵。但是我们也更加体会得到，原来自由比我们所想的还要更加宝贵。上帝话讲，主的神伫叨都位就有自由。主的话语这样子说：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不过，咱一直会面对冲突，无论是个人、社会，也是踮伫国家。但是很遗憾的，我们仍旧必须面对很多的冲突，不管是个人，不管是社会，还是整个国家。今仔日咱所看到这段圣经节，保罗甲哥林多教会其实因踮伫冲突中间。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保罗跟哥林多教会，事实上他们正在一种冲突的过程当中。咱所知的是有圣经中间有哥林多前书甲哥林多后书。我们所知道的事情是，圣经当中记载有哥林多前书，也有哥林多后书。不过，踮伫前书了后，后书的进程其实中还佫一张批。
不过在前书之后以及后书前面，中间还有一封书信。在迄张批内面，其实保罗对哥林多教会提出侪批判，也继续期待教会会当恢复伊的荣光。在那封书信当中，其实保罗对于教会提出很多重要的批判，也期待着大家能够恢复原本的荣耀。当然，这张批了，咱会当想象会发生什么情形。但是在这封信一阵寄出之后，你就想，你可以理解大概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可能开始有侪无同款的谣言、无同款的冲突会继续又造出来，可能又会有许多不同的猜忌，有很多不同的冲突又继续跑了出来。所以保罗继续写批，伊继续写批，望讲透过对话、透过沟通，会当看到上帝到底要踮伫教会中间做什么。也就这样，所以保罗继续写信，他期待通过这样有一种对话，也有一种沟通，也去寻找到底上帝要在这里做些什么事情。正做一个牧者，保罗知影，伊确实会拄到考验。作为一个牧者，保罗非常清楚知道服事一定会遇到各样的难题。毕竟教会从来都不是完美的，毕竟教会从来就不是完美的。教会是每一个需要救赎的罪人所组成的团体。教会是每一个需要被救赎的人所组成的群体。咱必须永远爱会记哩这句话，我们必须要永远记得这一句话。教会是每一个需要救赎的人所组成的团体。教会是每一个需要被救赎的人所组成的群体。若是咱认为咱今仔日踮伫遮是一个我无需要救赎的，安尼可能咱就有问题啊。如果我们今天有任何一个人坐在这里，认为自己是不需要被救赎的，那么恐怕我们就有问题了。所以，这群罪人所组成的团体，是通过保罗的引带，因共同咧敲吹，到底上帝对教会的心意是什么？所以，这一群罪人所组成的群体，他们是在牧者保罗的带领之下，共同去寻找到底上帝要在教会做哪些事情。哥林多后书的出现是保罗为着家己使徒的职分咧辩护，嘛敲吹，伊会当过一摆甲教会好好的一封批信。哥林多后书的出现是保罗为了自己使徒的职分辩护，以及寻求跟教会再次和解的书信。那是安尼，咱就会问，到底哥林多教会发生什么代志？所以如此以来，我们就会问一个问题：到底什么影响了哥林多教会？咱若是头前看，大概等于第2章、第3章一开始，大概会看到几啊个线索。我们如果往前翻，如果在第2章或第3章的一开始，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的线索。保罗家己讲，阮无亲像济的人将上帝的信息当作是物件，伫遐咧赎卖。他提到说，保罗自己说，我们不像许许多多人把上帝的信息当成商品在叫卖。这是一个真严重的事。有济人认为上帝的信息是商品，很多人认为上帝的信息是商品呢。若是上帝的信息是商品，咱认为伊会安怎做？如果上帝的信息是商品的话，你觉得他会怎么做？爱讨人客的欢喜。如果它是商品的话，那么他所传讲的信息就是在讨人的欢喜。伊敢若想要讨人的欢喜，讨人感觉讲哦，这个人袂歹，好像只想要取得人家的喜悦，以及人家觉得你讲的东西不错，有道理。所以真明显有一群人踮伫哥林多教会的时代，将上帝的话当作是商品，因为着家己的利益来传讲。所以很显然的，在哥林多教会当中，他遇到了一群人，他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在宣讲上帝的信息。搁下来，因就继续搁会连到第3章一开始，
因讲管他会需要推荐家己，管他会需要一寡人爱写推荐书给恁呢。他又接着继续写到，在第3章的一开始说：“我们又在高抬自己吗？难道我们又像某些人需要给你们推荐书吗？”在迄个时代中间，有足侪巡回的传道者会照着教会发推荐书，久啊了后，这成做一个身份的象征。有一些传道人，他们在巡回各地的时候，为了方便传道理，所以教会会给他们推荐书，但是久了之后就发生一个问题，久了之后呢，大家就开始变成一种身份的象征。所以在教会中间，因开始咧攻击保罗讲：这个人吼，伊所讲的话，将来不是互咱感觉会当真意外的。他就开始有攻击出现，这个人讲的话常常都是在攻击我们，都在批评我们嘛。有的人就认为讲这个人嘛无其他教会有名的人推荐啊。他们也继续在那边说这个人也没有别人在推荐他，伊到底凭什么会当宣讲上帝的信息？他到底凭什么能够宣讲上帝的信息呢？真做一个传教者，保罗知影这条路确实歹行。作为一个传道者，保罗非常清楚知道这条路确实很难走。不过，当伊每一摆登到伫伊领受呼召的迄条的时阵，伊敢若佫找到一寡新的开展啊。对保罗来说，当然不好走，但是当他重新回到他领受呼召的那个时刻的时候，好像又有一些新的希望开始产生。各位，记得迄条发生什么代志不？还记得那一刻发生了什么事情吗？有一片光伊下过来。有一片大光向他袭了过来，互伊无法度看，嘛唔敢回应，让他不敢直视，也不敢回应，因为是主基督家己找到伊啊！因为是主基督自己找到了保罗，和保罗伊的过去讲再见，是让保罗向他的过去说了再见。伊的过去也是同款，敢不是？他的过去其实是一样的，不是吗？追求家己的成就，追求讲我讲的话有人通听，追求讲我是一个有权利的人，我会当压迫基督徒。他的生命岂不是也是这样吗？他追求自己的成就，他追求自己的权利，他追求着我有那么大的力量，我可以压迫基督徒啊。不过当伊认捌耶稣的迄条，伊面对伊生命中间上大的冲突。不过就在他认识耶稣基督的那一刻开始，他的生命经历了很大的冲突。我的过去敢是拢行唔对啊？他问了一个问题：我的过去真的都走错了吗？所以伊选择回应，伊选择宣讲上帝的道。所以他选择了回应，他选择了跟从上帝的道。每一个冲突必须回来到底咱的个人。每一个我们所看见的冲突，必须要回到我们个人身上。咱真容易去讲这个团体有问题，这间教会有问题，这个国家有问题。我们很容易去讲这个地方有问题，这个社会有问题，这个国家很有问题。不过，咱常常袂记哩讲真正的问题到底伫对。但是我们常常忘记了真正的问题在哪里。真正的问题就点伫咱家己，真正的问题就在我自己身上。真正的问题是咱家己无法度面对迄个生命中间的冲突。真正的问题是我们自己没有办法面对那个生命当中的冲突。前几天踮伫匿名的信箱内底，一出现一个问题来问我。前几天在匿名的信箱里头有一则问题跑来问我，迄个问题无出来，无踮伫迄个圣经学堂内面。这个问题讲，牧师，我感觉非常的艰苦。他的问题这样子写着，他说：牧师，我感觉非常非常的难过。因为我感觉家己所属的教会，踮伫小组、踮伫团契内底所读的一寡资料、一寡册，
干那无啥符合圣经。他说，我在我自己所属的教会当中，我所读的书、所读的一些聚会的材料，好像不太符合圣经。啊，每一摆我反映的时阵，我组长、中职反映的时阵，拢认为讲我是来这组教会问题。每一次我向长职反映，我向组长反映的时候，我都好像是被指责为我是来制造教会问题的。到底我应该要安怎办？他就问了，到底我应该要怎么办？我当然就继续去了解一下，他到底拄到什么情形。我当然又再进一步再去问他，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后来我知影，大概这的册吼，主要拢在讲正向思考。后来我就发现了，这些书大概都在讲正向思考这个题目。但是踮伫基督教的册房中间，非常多类似的册，非常多干那咧讲正面思考的册，定定嘛卖了就好。在基督教的书房当中，通常其实非常大量，很多都是讲正向思考的书，而且这些书坦白说卖的都很好。所以当伊那读的时阵，伊那感觉问题，所以他越去读的时候，他越发现有问题。虽然这个册是基督教册房出版的，虽然嘛看起来有足侪出名的传教者推荐，但是伊愈读愈感觉，这敢真正是对的吗？虽然这些书是基督教书房出版的，然后也是有名的传道人所推荐的，但是他就越读越觉得说，这些东西真的是对的吗？信用敢若正面想安尼难念吗？信仰真的只有正向思考这样子而已吗？我无直接回答伊，但是我问伊一个问题，我并没有很直接回答他的问题，但是我继续问，我讲为什么你这么要紧？到底踮伫教会内面、踮伫小组内面咧读的资料是正确也是不正确的？我问了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你特别在意在聚会里头或在小组当中你所读的这些资料到底正不正确？因为我相信80%以上的人根本无要紧这件代志，因为我相信大多数人甚至80%以上的人根本没有在意这件事情。就这人敢若在意讲，我只要维持一个基本的基督徒生活，敢若都已经满足上帝的要求啊。很多人都觉得说，我只要维持某种基督徒的生活模式，好像就已经满足了上帝对我的要求了。袂继续去想，到底我所读的、我所讲的，到底有问题不？我们就不会认真再去想，到底我所读的、我所想的东西，到底有没有错啊？这个对话了后，我心内底所咧想的代志是，咱敢明白家己所相信的是啥物无？在这个对话稍微告一段落之后，我内心浮现了一个问题：说，我们真的明白自己所相信的吗？咱真正明白咱家己所相信的是啥物无？我们真的相信？我们真的知道我们信的是什么吗？定时阵，咱掠准讲我家己知啊，但是真少认真看圣经到底前后咧讲啥物。很多时候我们总以为我们知道了，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认真的去探究到底前后在讲什么，圣经的前后到底在说些什么。尤其即马大家人用电脑了后，有 PowerPoint 了后，更加袂去看纸本的圣经。尤其现在大家用3C 产品之后，你更不会去看纸本的圣经。但是无去看纸本的圣经，上大的问题是啥物？但是你不看纸本的圣经，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你无法度了解到底前甲后伊咧讲啥物。你没有办法真的了解它前到后面、前面跟后面这段经文到底在讲什么。你就讲会当用滑的对不？你就会问我说：“牧师可以用滑的不是吗？”咱用滑的伫咱的荧幕中间所会当看到的，比册搁较伟。我们用滑的，你能够看到的范围绝对比用纸本圣经还要再更小。也就是讲，咱活伫一个家己的世界中间，认为讲我了解上帝啊。
也就是说，我们活在一个自以为我了解的世界当中，去觉得说我认识上帝了。但真少去详细问，到底他在讲什么？我们很少认真去问他到底在讲什么。然后，咱接受的是有名的人做推荐，有名的人所讲的，然后我们就接受了那个有名的人推荐的，那个有名的人所说的。也是头前的人安怎做，过去的人安怎做，过去的经验是什么？或者就是过去的人怎么做，过去的经验是什么？所以教会也是基督徒应该都要安怎。我们就以那些过往的经验，然后去设定说，所以基督徒就应该是这样。咱无发现，原来咱失去自由啊！我们没有发现到，我们其实失去了自由。咱无认真去问我到底信什么，我没有认真去问我到底信了什么，所以基督徒失去自由，失去光，所以基督徒失去了自由，失去了光，袂记你家己的身份，嘛袂记你家己的使命，忘记了自己的身份，也忘记了自己的使命，然后冲突就发生啊！所以冲突就发生了。你看别人不顺眼，你认为别人的意见不是意见，你看别人不顺眼，你看别人的意见不是意见，一切都敢若靠我家己的经验，我家己有限的财目，一切只借着我自己的经验以及有限的知识。哥林多教会甲保罗踮伫冲突的过程，哪亲像渐渐失去阳光啊！哥林多教会其实也一样的，他在跟保罗冲突的过程当中，好像渐渐失去了荣光。不过，保罗踮伫伊所写的这段话中间，伊要清楚甲大家讲，咱的性命到底靠赖是什么？但是在这一段话语当中，保罗很清楚的在告诉大家，到底我们在生命当中真的依赖的是什么呢？他讲的是，咱的性命，因为咱有这款的愿望，才会当勇敢嘛。他提到说，我们要有如此的盼望，我们有如此的盼望，因为那个盼望，所以我们拥有无比的勇气。这个勇敢，这个勇气，帮助咱搬过眼前的冲突，搬过眼前的困难，就是这个盼望，帮助我们跨越了眼前的冲突，也跨越了眼前的所有困难。伊就提到讲，咱无亲像摩西同款，就用被打家己的面。他就开始提到说，我们不像摩西，必须拿帕子蒙着自己的面。以色列人我都看见迄个光渐渐在退，因的心受到他该因的心钝啊。他就继续聊着说，以色列人不能看见那光辉渐渐褪色，可是他们的心智被阻塞了，因的心钝啊，他们的心钝了。所以当咧读旧约这的册的时阵，迄个心同款受到迄个被所影响。所以好像虽然在读圣经，虽然在读旧约的圣经，但是你的心好像被某一个帕子挡住了。在读圣经的时阵，无法度直接清楚知影到底这个语义、这个道咧对我讲什么。在读圣经的时候，没有办法清楚的了解到这段话语、这段圣经的话语到底要对我说些什么。伊咧形容读圣经的过程，哪亲像心有一层被给打的，好像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被一个帕子所蒙住了。但是伊讲，只有当咱甲基督结连的时阵，这个被才会当提起来。所以他讲得非常的清楚，说只有跟基督结连的时候，这一块帕才会被揭开。但才有法度重新恢复跟上帝的关系，我们才有办法重新恢复跟上帝的关系。这个被到底是什么？
这个怕到底是什么？对咱每一个人来讲，这个怕是什么呢？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到底这一块帕子是什么？是咱家己的自高，是咱家己认为敢若我是对的，所以我们每个人的自以为意，只有我们每一个人都认为只有我是对的，而且咱会用家己的成就、家己的社会地位、家己的财富，为了要证明我是对的。然后我们会用着各样的社会地位也好、财富也好、自己的成就也好，为着要证明我是对的，为了要证明上帝有祝福我，我们用的这一些东西要证明上帝有祝福我，然后咱就惊对啊，然后我们就走向哪里了？我们知道吗？咱就惊咱将上帝的信心当作是物件踮伫遐咧卖。然后我们就走向了保罗所看到的教会的人，把上帝的信息当成商品在拍卖，因为咱在敬拜上帝是交换利益，因为我们的敬拜上帝变成了交换利益，为了要让我自己有名，为了要让我自己有成就，为了会当踮伫遮得到人的阿乐，也是感觉我会当踮伫遮赚一寡钱，然后我们就变成了一种交换利益，为着要人家看到我，为了要人家认为我的成就很好，为了要人家我能够在这里去换取一些我自己的个人利益。这个被大掉蛋，这一块帕子把我们盖住了，让咱无法度看到基督，让我们没办法看见基督，更加无法度看见生命中间的盼望，更加没有办法看到生命当中的盼望。人的心失去自由啊！就因为这样，所以人的心失去了自由。保罗所讲的，因为跟基督结连，迄块皮才会当摕起来。保罗说了，只有跟基督结连那块帕子，那块帕子才能够被揭开，但才有法度看见主的荣耀，我们才有办法看见主的荣耀，然后每一个人的生命中间发出基督的形象，也让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呈现出主的形象。伊才会接对讲，主就是神，主的神伫叨落，都位就自由。他才会接到说，主的灵就是圣灵，哪里有主的灵，哪里就有真正的自由。什么是真正的自由？什么是真正的自由呢？那个自由是每一个人显现基督的荣光。那个自由就是每一个人显露出基督的荣光。所以今仔日当咱组织做一会的时阵，所以今天当我们每一个人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咱需要，我自己是一个需要拯救、需要救赎的罪人。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一个需要被拯救的罪人，咱才有法度经验到主基督的形象要踮伫咱的生命中间显现出来，我们才会经验得到主基督的形象要通过我们去彰显出来。今仔日每一个坐伫遮的人，拢有基督的形象。今天每一个坐在这里的人都有基督的形象。今仔日每一个踮伫冲突中间的人，拢有基督的形象。今天每一个在冲突当中的人都有基督的形象。虽然真困难，虽然很困难，包括踮伫侵略别人的人，可能有基督的形象。甚至包括那个侵略别的人身上也有基督的形象，虽然咱真歹了解，虽然我们真的很难理解，不过只有看见荣光，看见自由，看见盼望，咱才有法度去经验和平来到的迄点。但是也只有真的去看基督的荣光，去看基督的形象，去看真正的盼望，我们才有办法期待和平真正来到的那一刻。过去一年，
行到现在，从过去的一年走到了今天，真无简单。看起来，疫情要告一段落，好像疫情有渐渐要告一段落的趋势。但是，伫这个疫情看起来要告一段落了，咱就发现，这礼拜发生战争。就在疫情渐渐的好像要告一段落的过程当中，过去这个礼拜又发生了战争。跟他过去拜在提醒咱，好像再一次去提醒我们，人真正无法度去掌握这个世界会发生什么代志，好像越来越提醒我们了。人没有办法去掌握这个世界会发生什么事情。每一个时刻，咱拢踮伫冲突的下面。每一个时刻，我们都在冲突底下；每一个时刻，咱拢受到假的消息所影响。每个时刻，我们也被假消息所影响。每一个时刻，咱也受到任何外在甲内在的冲突。每一个时刻，我们都在外在跟内在各样的冲突当中。所以，咱需要基督，所以我们真的需要基督，帮助咱，互咱去看的是主的荣光，主所赐互咱的恩帮，帮助我们去看到的是主的荣光。以及帮助我们去看到的是上帝赐给我们的盼望。咱望一个和谐的世界，咱望一个人民的世界，咱望一个疼痛的世界。我们盼望一个和谐的世界，我们盼望一个怜悯的世界，我们盼望一个真的充满爱的世界。这是望，因为有这个望。咱会当勇敢向前行，因为有这个盼望，我们能够勇敢向前行。有这个望，虽然咱所做的可能有限，因为有这个盼望，虽然我们做的看起来很有限，不过当咱一步一步行伫望的时，咱已经行伫光明中啊。但是，即便我们做的很有限，我们愿意一步一步朝着盼望前进的时候，我们已经走在光明当中了。伫主的光，咱要得到自由，在主的光，我们会得到自由。请咱来看我所写的这段话，我们一起来看我所写的这段诗。一片大光写过来，唔敢看。唔敢印，敢若看到一片大光袭来，不敢视，不敢应，只见渐渐光褪去，心顿去，自由离咱远远。渐渐光退去，心闭锁，自由离我们远远的。主是神，主是光，都有神就有自由，心搁天开，咱得到福源。主是灵，主是光，哪里有灵就有自由，心被敞开，我们得复原。伫主的光，咱得自由。望信心、勇气，恢复形象，搁再荧光。在主的光，我们得自由、盼望、信心、勇气，恢复形象，再次荣光。咱每一个人有主的形象，我们每个人有主的形象。咱行伫光明中。咱有望，我们走在光中，我们有盼望。内在甲外在的冲突，在伫伊的疼痛中间，任何内在以及外在的冲突，都在他的爱当中。咱要活出耶稣基督的款式，我们要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请咱来看咱所要吟这条回应的诗歌。咱大先来看新的这一节，点伫第3节。
踮伫咱的信息内底有第1节到第3节，毋过咱踮伫第3节要承认这段，然后咱伫信息原本的第3节，成做咱的第4节。咱来看这个第3节，归向基督，甲伊结连，面无大配，照出光。主是圣神，伊所临在，就有自由甲阴光。基督改造正伊形象，叫醒良心，显真理。咱得望信心勇气，恢复形象，阳光伊。咱做伙来吟信诗第121首，咱对第1节吟甲第4节，成做咱的回应。上帝听堂也归给一切，天顶欢喜降落地，求你点光秘密的心内，显出你极大之恩爱，求主你协助比起怜悯。你的听无看所困境，将你救恩只是去降临，真只关行行的心，全能救主是乐拯救，主你我命关是享受。最你圣殿管理的降临，永远无你点过关心，关闭亲像天塞天君，是上我的你大家分，永远感谢我的生命。应叫你完全的去听，归向基督甲伊去结连，面无搭配就出光，主是圣神，伊所个临在，就有自由甲伊经光。基督改造正伊形象，叫起良心显真理。咱定望心是勇气，恢复形象严光义。求你定心走我看心心。千祈无点无只后面，好官看见你大家救援，完全归来赐经官，好官经光古在经光，地高官真知乐恒。红天边流的祖国民情，何那情何见无个听。咱做伙来祈祷，主伫这个充满冲突的世界，求你临平管。主在这个充满冲突的世界当中，求你怜悯我们，求你帮掌管，当管定定为着家己，忽略迄块皮踮伫阮的面前。求你帮助我们，当我们常常只想到自己，却忽略的那块帕子一直挡在我们的面前。求你救赎阮，愿你救赎我们，互阮会当
重新甲基督建立关系，让我们再一次的跟基督你建立关系，互阮搁一摆恢复主的形象。愿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彰显主的形象，互阮看见新的愿望，让我们看见新的盼望。求你的怜悯点伫即马这个世界拄着战争的人，愿你的怜悯就在这个时刻，在世界当中发生战争的人们。求你怜悯每一个死伤的人，求你怜悯每一个死伤的人。求你也怜悯每一个软弱的关，愿你也怜悯每一个软弱的我们。阮惊吓，阮有济，阮唔知影未来伫叨落，我们害怕，我们也担心未来到底会怎么样。总是求你用你的光，互阮真正得到自由。但愿你通过你的光，让我们真正得到自由。互阮成做和平的使者，让我们成为和平的使者。互阮成做福音的见证，让我们成为福音的见证。祈祷靠耶稣的名，阿们。咱大家来用甘心度的心来奉献。好，我来做几项教会事务的报告吼。请咱拜三咱拢踮伫线顶有巴克利圣经学堂，所以请咱继续来照咱的范围继续下面第2章18、19、27节继续读落去。好，咱等下
要召开今年度的定期会员互会，所以请咱的会员等下会当留步来参加吼。过来，即礼拜一是国定假日，所以咱办公室会休一天。后礼拜是妇女曙光纪念主日，所以咱会由妇女团契来负责第一堂的礼拜侍奉，请大家会当共同来关心。好，后礼拜是部会周，所以请咱各部的部长来召开部会。13号咱下晡要踮伫社区发展中心来召开中执会，所以请咱会当准备遮的资料。好过来的即礼拜五早起吼，即礼拜五的早起有一本迄个齐声说阿门，如何带领公导的说明会，新书发表会，所以邀请咱若是望踮伫基督中间有较侪学习，欢迎咱踮伫即礼拜6早起10点来到伫大礼拜堂遮，咱做伙来参与。如果咱阁想要买即本册，请你到伫办公室遮，咱要做一个团购的登记。后礼拜6公报社会甲咱所登记遮的册拢做伙送来伫教会遮吼。好，过来咱教会陈玉红姊妹踮伫2月22民主稳调，已经伫拜五的时阵举行一兼告别礼拜。阁续来迄个刘俊华执事吼。已经伫2月21民主稳调102会。即礼拜的拜五早起9点要日检礼拜，下晡2点踮伫大礼拜堂遮要举行告别礼拜。所以请咱兄弟姊妹，若是要做伙参与的，咱下晡会当2点踮伫大礼拜堂要举行俊华节的告别礼拜吼。好今仔日下晡的时间有一个迄个。李春生纪念教会圣乐资源中心的圣乐研习会吼，所以既然咱大家人对合唱有兴趣的兄弟姊妹，会当欢迎咱下晡的时间做伙来参与吼。今仔日因的同工已经来伫咱中间，甲咱同齐敬拜，所以当请因的同工做伙起来，互阮当做伙欢迎一下无？伫后壁遐吼，嘛邀请咱有兴趣的下晡的时间，会当做伙来参与。好，所以我做以上安尼的报告。好，煞只咱要来召开咱本年度的定期会员互会，所以请咱就是先准备一下，然后咱要来点名吼。